有一款水饺叫做骨尖仔，是里嘅保育类嘅饺仔。这款水饺是公饺或者不能饲幼饺仔，数量是真少，所以是环境生态嘅指标。最近伫台东一已经无使用嘅鱼丸仔，就有人发现讲有一个这款族群伫鱼丸仔第四看，计共是有10只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烧热热天，鸟仔也挡袂牢酸水降温。这是台东市郊一个废弃的鱼丸仔，正做鸟仔的快乐天堂。即马出现这种鸟仔是立即保育的水饺骨尖仔，数量少，也毋过全台拢有因的卡掠，也毋过一摆出现一阵大约10只，可能是一个家族。那他们群体在那边出现，可能是觅食，那也可能是一家人。 然后他们都会出现在这个水域边，然后吃一些无脊椎的一些动物。解说员讲，其实骨尖仔真避暑惊人，规定伫废弃的鱼丸仔出现，可能是遮生态环境好，适合因的生态。也毋过骨尖仔甲大部分的鸟仔的习性有真大的差别。一般的鸟仔通常是鸟母的毛会色水较平凡，鸟仔讲是较盐较水，鸟母会负责请养后一代。也毋过骨尖仔煞颠倒变，鸟仔讲平凡，鸟母真水，鸟母生了后，就搁找后一个对象，饲后一代交互鸟仔讲，互鸟友叫做鸟类的模范父亲。 他们比较特别哦，他们是一妻多夫，就母鸟他们去找公鸟交配，那交配完，公鸟就负责孵蛋，那母鸟就继续去找下一位心仪的男生。骨尖仔的出现，也互看作当地生态环境良好的指标，因为台东过去有挖100公顷的养殖鱼卵，也毋过随着东部养殖渔业的没落，未少鱼卵废弃。 即马大约剩80多公顷，也毋过废弃鱼卵只会当恢复农牧使用，真歹正常开发，因为干扰变少，废弃的鱼卵仔就变做骨尖仔的避风所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